19萬即可以擁有呢一片海。你冇聽錯，總價19萬一套嘅海景房，就可以帶住你嘅亨利過嚟享受碧水藍天、海闊天空。小區配備商業街、高級商務會所、水上樂園，仲有我哋嘅希爾頓酒店。仲有呢條巴厘島風情嘅海上木棧道，魚與熊掌亦可兼得。正所謂先敬羅衣就後敬人嚇，荷包冇錢就好頭痕，所以我哋發展商咧就相當有理心，唔單止 sofa、餐台凳、茶幾、電視櫃等所有嘅家具全部送晒俾你。嚟翻我哋嘅休息區睇到啦，我哋呢邊係做咗一個兒童房，咁兒童房隔開呢邊咧就係我哋一個主人房，1米8嘅大床，主人房出翻我哋8米嘅大露台，睇翻一線紅樹林海景嘅。Nice。嗱，樓下仲有一間學校，不過唔關你咩事嘅。喺呢度你只管盡情享受呢個過程，不需要結果。關注我，灣區生活知多啲，惠州樓市睇真啲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！